来了几百，今年是我过了啊！几百够这样手臂，来恭喜，买哦，我错了，买这边菜去点掉啊！我菜去点掉，我没得啊！师傅，你有伫个无？师傅，你在做啥哈？师傅啊！师傅，开门啊！哎，阿伦，什么代志？你锁门是要做啥哈？啊，我有锁门啊！啊，歹势，我无注意到。我伫外口甲你叫，你嘛唔应。搞巧，有可能是我耳孔伤重，无就是你花了收细声，我无听到啦。歹势。哎，啊对了，你甲菲菲去对？